啊，你嘅周边啊团队，你嘅影响系乜嘅？佢拄好啦，其实周边嘅我已经做迄个警总，跟都倒回来，也咧有另外一段故事。本来有一段时间去发练火种嘅片，啊火种给他就一个小班哨，啊给他只要徛站位边给他，就看到日头同给他去了给他突然咪讲唔想爱读天字天咯，其实左边给他给河中那一阵子。都本来想，真是想读鸟样啊那些东西，就因为给他看到日头的事情来了。哦，日出启发你的启发你，从来冇，你有看到日头同海风起来过，然后从来冇看过的事情过，而家就有按机会看到，所以马影响哪年啦？哦，嗰说哇，给日出启发你讲，哦，我去拖摄影啊，我唔要睇。国内同行都係上海去到美國。有人講都拖，唔係拖數一年。唔就係啊，唔好拖數一年，我一上下到牙去拖樣樣路去到美國。這個其實跨得蠻大的誒。人講你這個舒適圈太機會啊，唔多用人就講都按嚟，唔知啊，獨立出去嘅你要活下去的當下，你就提運用去往外伸展。你就會覺得說哦，有啲愛想做，有愛想做，都硬做。我記得還是有咧某個樣舞台劇裡面有句話說：人必先置於此地，而雜草叢生。就這種人，就你同佢看下地方，你同佢上好，我都唔點樣做。你同佢看下呢個地方完全沒有外援的時候，你就活下去了。愛想就這種人。